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此时，请咱闭目心，三角来敬拜上帝。我的心啊，你着学乐耶和华，凡若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请咱来吟圣诗第173首，恳求永活主圣神，忠心充满我。恳求永活主圣神，忠心充满我。破碎塑造，锻炼重用，恳求永活主圣神，忠心充满我。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173首。徛底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是圣经的头前第13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对本丢彼拉多忍耐受苦。定时第4埋葬大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我上天，打一个全能的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出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
最下面肉体国我永远的王名。阿门。请坐。咱三甲来交托启应上帝的话，今日要交托的是启应文第15，也就是诗篇的51。现着咱三甲来启应，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安眠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你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喙。我无爱你无爱心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听的罪是痛悔的心灵。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亲爱的爸，阮真感谢你，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感谢你的保守看顾，阮出入内外拢得到平安，会当来教会敬拜你。这是阮的福分。现今的世界有真侪人受到政治、战争、经济、天灾人祸侪的原因来受苦。耶和华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无长长的责备。阮求你怜悯阮，赦免阮的罪过，求你日日甲阮同在，看顾阮的骹步，拍开阮的目睭甲耳仔，互阮会使明了你的启示甲真理，进入逐人的心内，安静阮的心，互阮咧读经时阵会当搁较明白你的话语。阮用喙唇来传播你的疼，互人搁较来认捌你。为着今仔日袂当来教会的兄弟，求你甲因同在，看顾甲保守，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下面圣歌队要来献诗，今仔日要献的是耶稣耶稣，用疼充满我。
真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下面，咱来恭守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读的圣经是新约哥林多书后书第12章第1节到第10节。和合本是258页，汉语版是211页，现代中文版是284页。虽然无理的，我不得不着夸口。我要讲起主的异象甲启示。我捌一人踮伫基督的14年前受带到第3站天。迄是踮伫身躯，我毋知；迄是无踮伫身躯，我也毋知。上帝知。我捌一个亲像即号的人，迄是踮伫身躯，迄是无踮伫身躯，我毋知。上帝知。伊受带到乐园，听起袂得通讲的话，就是人所毋通讲的。我要为着即号人夸口，若是为着家己。除我的软弱以外，我无要夸口。第6节，我若爱夸口，也毋是戆，因为我要讲真实，总是我家己约束。惊了人的评论我，较过头伫伊所看起我，也是伊对我所听去的，搁因为遮个启示会极大，免得我过头自高，所以互我的肉体来有刺，就是撒旦的使者来拍我，免得我过头自高。为着安尼，我3摆求主，互迄个离开我。伊甲我讲，有我的阮你就够野，因为我的快乐是伫人的软弱来成，所以我真欢喜，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互基督的快乐挂伫我，所以我为着基督，掠遮的软弱、欠缺、困着、困迫做欢喜，因为我软弱的时，反倒有快乐。愿上帝赐福听听伊的话的人。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互咱的信息是：软弱中显力量，请牧师。咱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恁听会出来有淡薄仔骚声，因为人济的所在，你总是讲话会较大声，所以讲即个若有小可无啥爽快，咱知影拜五暗甲顶礼拜，拜五甲拜二暗，迄个伫立法院四周围，青岛东路甲迄个济南路甲中山南路迄附近，真侪咱台湾的百姓拢去到伫遐，为着表达出坚持固守民主自由的决心。虽然讲叶牧师嘛过50啊，无过是少年，讲学运。无读册已经真久啊！讲年轻人已经毋是年轻人，但是就亲像公报社迄访问10当前有参加318学运的遮个牧者的访问的时阵，叶牧师有分享阮遮个老的其实是伫遐固守遮个少年人，因为少年人可能有个人会感觉少年人好欺负，但是社会人士大家拢有家己的职业，家己都有家己的基本的身份甲社会地位，所以请就是伫遐算做咱遮的有年纪的人徛出来，其实是咧固守遮个少年遮个少年人，所以今仔日若讲讲道中间失声啦，还是声破这个大家爱体谅伫今仔日。主一礼拜的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守护阮即个美好的早起，互阮会当大家组织伫遮同心敬拜你，
也伫遮，阮透过阮所吟的诗歌，阮所做伙做的祈祷，以及阮做伙读主你的话，阮是要爱甲主你搁较亲近，因为只有靠你的光照阮才会当看清楚阮头前的路。只有你的光照阮才会当看到阮家己的不足，甲阮的欠缺，互阮会当搁较谦卑来跟对你。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大声，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互阮会当清去阮的心思意念，互阮谦卑来思考你互阮的话，也会当透过圣经信息的分享，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造就，得到利益。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落下这，人生难免会拄着困境，我想这是咱较有岁数的，拢体会会到。人生无可能一直拢是顺利，有时阵会拄着困难，有时阵面对挑战，咱无拄拄会当平安行过所有的挑战。三不五时，咱也是会失败。咱台湾人每一遍行过辛苦的路，通过一个挑战，咱拢会讲天佑台湾，这是台湾人讲社会上常常爱讲这个天佑台湾。大风台来无啥物顺畅，就讲天佑台湾。也是拄着危机，咱会歹厝边，想要甲咱欺负。但是种种的因素，咱赢过这个挑战。咱讲天佑台湾，但是咱应该会记住，就是几当前这个武汉肺炎，咱讲新冠肺炎的疫情上严重的时阵，我会记这是2021年的5月的第3主日的前一天开始3级警戒。对吧？2021年的5月第3主日的头一个拜六暗，会记起当阵教会4月通知讲，明仔礼拜暂停改做网络直播、网络直播。然后咧，3级警戒，迄段时间是真久。我想咱教会也受到影响，咱西湖教会也受到影响。有真长一段时间，教会无办法通实体礼拜，只有用网络，透过网络来礼拜。然后教会迄当阵就爱设法啥物？本来想讲1礼拜停，2礼拜停，变1个月停，2个月停。啊，真侪教会毋捌经验即款的代志，结果咧，哇，会友要奉献，毋知影要安怎奉献。啊，教会规个收支，就开始出问题。然后咧，牧者无办法探访，啊，会友中间无办法实体的关心，大家开始教会内底人甲人的关系就开始，啊，会友甲牧者的关系就开始就出问题啊。普遍的教会拢是安尼。我想面对困难。1天、2天、3天，一礼拜、2礼拜，1个月、2个月，咱大家拢会当坚持信仰，讲爱有信心，讲上帝甲咱做伙伫地，上帝会引带，上帝听咱，会顾守咱。但是当时间一长诶，想讲新冠疫情的3级警戒拖遐久，我想咱迄当阵大家应该回想一下，咱想袂到。3级警戒会遐尔久，甚至有一段时间咧，每一天确诊人数是算千的。我想迄当阵可能台湾无人敢话讲天佑台湾。一时间，咱台湾人伫当时失去了自信啊！
失去了天佑台湾的自信，也是咱基督徒讲上帝疼台湾，上帝疼台湾。我想伫咱基督徒的中间，面对着新冠疫情遐尼严重，佮拖遐尼久，一时间失去信心啊！咱的自信，因为迄边长期的困境，咱拢有经过迄个失去自信的时刻。当然，咱即马行过迄个3级警戒，迄个上辛苦的时期啊，咱即马会当重新讲天佑台湾，也是上帝疼台湾。但是咱永远伫遐面对新的困境、新的困难、新的挑战。面对这个新的困境、挑战、困难，咱爱问咱家己：咱基督徒要怎样会当坚定来信靠上帝不变的阻碍，并且咱会当持续保持这款信念，就是咱的生活中间是充满上帝的稳定。咱爱问咱家己，要怎样有这款坚定的信靠甲信心？这是当时咱应该拢会记住，对无？可能咱即马甚至有时阵咱出门会想讲，对吼，要不要戴口罩？啊，想讲啊，现在哦，即马已经解禁啦。但是有时阵出门，佫会安尼想一下，毋知恁敢有甲我共款有即款创伤症候群？出门哦，你会记即3级警戒的时阵，出门袂记即罩口罩，恁兜住4楼。结果你出门落到1楼，想着讲啊，袂去戴口罩啦，搁爱爬4楼去摕，搁爬4楼落来，也无输是5楼，公务无电梯，你就知影迄当阵偌辛苦。所以即马还有一点创伤症候群，出门会懵一下，有没有戴口罩？啊，佮想着讲啊，即马坐车毋免挂口罩啦，即马去邮局，去领迄个包裹，毋免挂口罩啊啦！即摆去银行去办事，毋免挂口罩啊。但是有时阵佫会安尼，毋知有啥物佫会懵一下，我敢有戴口罩？留意下这，今仔日咱读的圣经，真下伫咱即几工所体会到的。因为哥林多后书12章第1节到第10节。是提醒咱，上帝是怎样通过伊的恩典，伫咱生活的中间，咧看顾咱，带领咱，互咱会当伫辛苦、困难的时刻，悠然会当用感恩的心，用出对感谢上帝的心，咱会当优雅的活着。毋是干那活着，是虽然讲咱的身躯虚累累，甚至咱有时阵，咱嘛会惊吓，咱嘛会淡薄仔受气，咱心中会感觉到真绝望。但是咱一思考到上帝的恩典，咱就用感恩的心，优雅的活着。所以咱即马你若拜五有去迄个现场，你就听到一个新的口号，我们不要冲，冲的是什么？国冲，优雅的活着，优雅的活着。留意下这，伫哥林多后书12章一开始，咱读到啥物？保罗讲到伊家己的属灵的经验。伊讲伊的属灵的经验，互伊看到一般的人无办法经历会到的，一般的人听袂到，无办法用语言所讲的即款超自然、神秘的信仰的经验，
哥林多后书12章，咱大大有读到，即款亲密超自然的信用体会，伊讲伊拢经验过啊啦。但是伊煞只讲的是啥物？伊提起伊家己的痛苦，即个痛苦是伊无办法真简单来拄起的痛苦。讲到即支刺，一根刺，伊的身躯有一支刺，有人讲是骨刺，有人讲是伊健康其他的问题，有人讲这是伊披露伊伫伊的生活中间，其实也有一寡恶当当的事，甚至有人笑过迄药。讲保罗吼，可能吼伫厝里拢去互因某骂，因某真歹。但是保罗讲到即支刺是伊伫服侍的过程中间试过，互人困着。咱无办法真正了解即支刺伫伊的身躯顶面是啥物意思，但是咱敢若知影这是真痛苦的。这是伊无办法拄起的痛苦。保罗安尼讲是啥物？因为毋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经验到神者，亲像保罗经验会到的。甚至有时阵，咱听到有一寡基督徒分享因特别圣神感动的经验。咱毋是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有相像的感动，但是保罗提起伊身躯顶面的即支刺，我相信咱每一个基督徒也拢捌经历困难，甚至有经过苦难。无论是人际关系的挫折，是事业的困难，也是失去健康。也是所疼的人离开世间，咱每一个基督徒也甲保罗一定有相像的，有一支刺伫咱的身躯无办法拄起，即款的刺阁有真大的痛苦。但是保罗煞接，互咱知影伊是怎样来看到伊身躯的即支刺。大圣伊甲咱讲。伊是用正面的角度来看待伊所经历、所面对的遮个痛苦，所以对伫保罗来讲，即个身躯的刺，伊知影这是要互伊袂因为伊所得到上帝所授予伊的祝福。所以，互伊来自满，互伊来骄傲。保罗是用即款态度来看待伊身躯的刺，因为保罗知影上帝掌管一切，所以就算是伊身躯有即支刺，若毋是上帝允准，迄个痛苦、迄个辛苦、迄个苦难。袂能叫保罗，所以保罗讲，伊身躯顶面即个刺是极大的痛苦，甚至即款的痛苦，互伊讲即个刺是撒旦的采用，要来攻击我。你看迄个痛苦是偌大？咱身躯病痛。咱袂面对迄款的痛苦，痛苦到讲，哇，这是撒旦派伊的采用，要来攻击我。咱会当想象保罗即支刺的痛苦是锥心之痛，甚至伊也讲，伊3遍迫切祈祷，求上帝将迄个刺来离开伊。但是上帝无回应保罗的祈祷，可能
保罗活伫2000年前，无经历过咱最近即几冬所面对的危机困难。新冠肺炎、武汉肺炎，咱讲武汉肺炎，世界讲是讲新冠肺炎。即款的痛苦，即款的危机困难，人类以前毋捌拄过，规模遐尼大，常时伫世界逐所在来发生。欧洲中世纪有黑死病，迄是限制伫一个区域。对无？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迄是伫无共款的时阵发生伫无共款的所在，无亲像新冠肺炎，咱讲的武汉肺炎安尼，常时伫世界发生，然后一时啊，当然上早中国。但是无几个月，规个拖到全世界。保罗可能无经验过咱所经验过的，保罗迄个时代也想象袂到讲，歹厝边飞行机船一直驶过来恐吓。保罗迄个时代袂面对着，连即个短影音拢会伫遐，咱的歹厝边伫遐短影音。来甲咱的囡仔洗脑，伊无经验过咱即马所面对的危机甲困难，所以来讲一下，咱看到咱的囡仔若用迄个抖音咱爱管一下啦，加减管一下。虽然讲你管的时阵可能囡仔会受气，但是你无讲因就袂觉醒啦，因就无觉醒的机会啦。你若无爱讲，就无机会通觉醒。你讲伊心中受气，但是伊总是有一天会想讲这是大人有讲过这啦我迄当阵哪会无爱听话，无讲就无机会通觉醒。保罗无经验过咱所经验过着的即马的危机。但是保罗伫伊的苦难中所学习的信仰功课，是会当帮助咱知影怎样去面对咱今仔日的困境，怎样面对困境的中间，咱永远袂失去信心甲望。伫困境的中间，无错咱检采会凄惨落魄。但是至少伫困难的中间，永远袂失去信心甲望。保罗祈祷上帝，爱上帝将伊身躯的刺来除去，但是上帝却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回应保罗的祈祷。保罗无照，上帝无照保罗所爱的，除去伊身躯的刺，但是实际上，上帝予伊的是搁较侪。上帝安尼来回答保罗12章9节。上帝甲保罗讲。有我的恩，你就够也，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保罗得到上帝来提醒，就是无论经历着什么款的困难，无论行伫什么款的苦难的中间，有上帝的恩典，就已经够也；有上帝的恩典，就已经够也。所以，检采人拢会遭遇着困难，面对着失败，甚至有人
会好亲像失去了所有，变成一无所有。但是，就算人看是一无所有，但是有一项物件永远是咱会当挖靠的，也有一项物件是别人袂当夺走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兄弟，第9节，上帝对保罗所讲：“有我的恩，你就够也，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毋是干那讲到上帝的恩典有够也咱用，是伫咱软弱的时阵，上帝的大气力通搁较显明。伫咱软弱的时阵，上帝的大气力搁较显明。检查，怎有可能咱无办法知影上帝的大气力要怎样伫咱的困难、甲苦难的中间来显明？但是咱会当确定的是，比起人伫顺境、人伫富足的中间，咱人伫困境中。咱搁较会当体会到上帝的气力，咱伫困难的中间，搁较会当体会到上帝的气力。回想过去咱行过的人生的过程，其实咱真正来想，伫咱困难的时阵，咱所以前行过的困难。甚至所捌面对的苦难，实际上，上帝的心者就发生伫咱的心上。耶稣也讲，上大的心者就是约纳的心者，约纳的心者就是人的心的改变。人的心要改变，用人的方法，通常是无可能。你愈压反弹愈强，但是上帝要改变人，迄才是真正会当改变。咱回想咱过去伫危急的关头，咱敢是拢有经验到迄个只有会当对上帝来的平静安稳。有可能发生一件代志，你想讲照你的个性，你会真惊。结果你面对着的时阵，你反倒转心中特别平静安稳。有可能你会感觉讲，回想起来，迄当阵我哪会安尼？有歹人摕刀甲你冲过来，结果你当阵异常冷静。你闪过，所以你平安无事。也是你面对着一个极大的考验，有可能你的工作拄着危机，但你回想会奇怪，迄当阵我哪会遐伫沉着稳重来面对？应该是我照我的个性，我应该早就挡袂掉啊！为什么我迄当阵我徛会知？也是伫困境的中间，咱发现讲，竟然迄当阵，我会当克制人求生的本能，甚至会当超越个人的利益的追求，反倒转会当看到别人的欠缺。这佫讲一个故事。讲到历史，1982年1月13号，伫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这个佛罗里达航空公司，即马已经无啊，已经互人并购啊，因为这个空难的原因。1982年1月13号，佛罗里达航空对华盛顿国际机场要飞转去佛罗里达的罗德代堡。的班机，因为迄天寒天1月是寒天，迄天佫特别冷，落雪，所以飞行机起飞前安怎
伊的旨意冰冻，这是常常会发生的。其实飞行机有伊的解冻的装置，有的是用迄个这工程迄有迄个航空工程的囡仔读航空工程，伊有一款是用迄个橡胶的东西把冰块打碎，一款呢是用电，用那个电流生热，把伊融化，就讲到工程。但是因为机师的操作不当，加上迄天特别寒，机翼结冻，所以伊一起飞就飞袂起哩。然后咧，伫波多马克河坠机，佮弄着桥，所以桥顶的车内底，有几个即个开车的人，也死去。即架飞行机70几个人栽落去水内底了后，有6个，本来有6个人，佮活咧，伫迄个真寒的水面，伫遐载浮载沉。结果，大家伫桥顶看到遮个人，煞无办法落去救，因为伤危险嘛，无办法去救，只有等直升机来吊挂。当然，直升机一边无可能出动几若只，所以伊慢慢一个一个来救。这6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叫做阿伦·威廉斯，迄当阵70外岁。大家都看到，这个新闻记者伫遐翕的时阵，看到伊拢甲其他的人杀去迄个飞行机的迄个吊挂的迄个设施遐，互因升起哩。伊就一个一个杀过。到伫伊第6个要救的时阵，迄个飞机残骸会沉落去。咱飞机残骸会当伫水顶浮一时啊。但是最后犹原会沉落去，所以6个中间，加纳即个阿伦·威廉斯，伊牺牲家己，互其他5个人先得救。结果伊的亲人有受访问，讲即个阿伦·威廉斯实际上伊真惊水的人，虽然讲伊会晓游泳啦，但是伊真惊水，伊的本性是真惊水的人。惊水的人落落去水内底，但是咧，伊互别人先得着救，伊牺牲伊家己。这个人叫做阿伦·威廉斯。这就是伫危机的中间，一个有信仰的人，会当看无家己的利益，看无家己的需要，敢若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为着别人，愿意牺牲家己。落下这，保罗讲到伊无夸口家己，伊讲伊若要夸口，即款的夸口是颠倒变的夸口，伊毋是强调家己偌有气力，反倒当是夸口家己的软正，就亲像拄所讲的。即个阿伦·威廉斯，伊的亲人出来访问讲，伊的查某囝出来讲，我的老爸会晓游泳啦，但是伊真惊水，结果伊落落去水内底，是互其他5个人先互救难队救，伊家己等待最后，但是等无到最后，煞甲飞行机做伙沉落去。无爱夸口的是软弱，就是对安尼，较凸显了伊的精神，凸显了伊的信仰。信仰的夸口，毋是夸口咱偌厚偌有经验，是夸口我的软正。我前痴迷打得着看见，咱昨家庭礼拜所吟的诗歌，奇妙恩典。我前痴迷打得着看到，是看靠即个我前痴迷，然后上帝互我看到，毋是讲我即摆看足济，
我就大声，毋是。就因遐这，就是即款保罗教咱的颠倒变的夸口，所以，互保罗一遍一遍会当诚实，反倒转面对家己的软弱，然后伊透过安尼，伊仰望上帝的大气力会显明，互伊会当得到气力。所以，保罗靠着信心，伊会当无去多想迄个不可能的任务，甚至到伫死，也是面对危险的处境。另遐这，为啥保罗经历遐尼侪困难、阻挡、危险？但是咧，咱讲的亲食苦，真正迄食补。食苦亲像迄食补，为什么保罗会当安尼？因为保罗亲信上帝甲伊做伙同行，所以伊踏出每一个脚步，伊所焦点的是上帝，伊焦点是上帝，所以伊无注意到。规工敢若看到家己的软弱甲欠缺，伊会当勇敢来行。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保罗教咱的凡事感谢，凡事感谢是透过安尼夸口家己的软弱，夸口家己的软弱，然后互上帝的恩典甲气力通显明，这才是凡事感谢背后的气力。用安尼将焦点会当放伫生命的美好，就是上帝的祝福，毋是焦点伫生活的问题，因为看到上帝的祝福。看到生命中间的美好，所以焦点毋是伫生活的问题，会当言语充满懊恼，毋是永远袂停的埋怨。落去遐这，落去遐这。伫二次大战英国上困难的时期，咱讲。不列颠战争就是即个1940年初期二次大战欧洲战场的初期，德国每一天派飞行机去甲英国的大都市来轰炸，所以迄当阵的英国人也是同款，每一天烦恼即个歹厝边的飞行机规天飞过来。迄当阵，因的首相丘吉尔是怎样讲的？讲现在是最艰苦的时候，也是最美好的时候。无错，当上困难、艰难的时阵，往往也是上美好的时阵。因为咱会当照着安尼来学习，完全靠着信心甲勇气，运用家己所有的。就算是真少，就算家己真欠缺，但是运用家己所有的来好好活落去。咱阁会通借着即个机会来学习，信靠上帝，毋是倚靠物质，毋是倚靠世间的关系。困难艰苦的时阵。也是咱会当看到上帝关联，并且会当用言语行为，咱所讲、所行、所做，来向咱四周围的人宣讲上帝的听甲恩典。即几工伫社群媒体、社群网站，咱济南教会上上新闻上足侪。咱就看到讲，虽然讲
这几若10冬以来，大家拢烦恼，咱长老教会青年流失，咱拢烦恼咱教会聚会人数流失，因为叶牧师本身，我妈妈嘛捌是伫济南教会做即事，也会当算作是济南教会出身。无错，济南教会也面对着类似即款的问题，但是当咱若顶礼拜拜2甲拜5，拢有去到现场，看到济南教会迄天的祈祷会，我想咱大家拢爱将咱常常讲的长老教会会友愈来愈少。长老教会剩老人，长老教会无办法将少年人去引来，即句话拢收回去。咱看到济南教会伫拜2、拜5的祈祷会是客袂落去，客袂入去。也无输拜2去，客袂入去；拜5去，虽然讲已经结束啊，但是同款教会内外客满满的人，超过一半拢是青年人。但定心爱思考，上困难艰苦的时阵，往往也是上美好的时阵。愿咱拢会当伫面对着困难的中间，咱体会上帝的稳定疼痛，甲伊的气力搁较深，互咱真正活出感恩，活出懊恼。活出见证，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阮实在感谢你，感谢你，无论伫阮顺利，也是遭有困难的时阵，你拢甲阮同在。你无看阮的软弱，无看阮的无完全，你的圣神。悠然带领、固守，也教示阮。主啊，阮头前的路，因为阮有信心，所以阮会当有勇气来继续来行。看到过去，看到你互阮的改变，也互阮会当。持守对伫主你的信靠，继续来向前。所以愿主你的圣神，借用逐款的机会，常常来提醒阮，互阮会当每一日拢会当得到更新，每一日拢会当定心得到快乐。主啊，愿头前的路，愿你带领。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来应答上帝话，要来吟圣诗第587首。我毋知明日会怎样，主带路，我免担忧。我无求逐日好日光。有时阵黑暗恶长，对将来我充满盼望，主保守的确稳当。我逐日甲主同脚步，伊知我头前路途。坐坐事明日会临到，坐坐事学得明了。我深知主掌管明日，伊牵我一路行头。咱起立来吟圣诗第587首。Amen.
下面咱要来奉献今日书献是李阳执事甲民兵执事。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咱今仔日有新来的人，等下日牧师会来介绍。报告事项第一项，6月初8，礼拜6的上午10点，要伫个宴庆节的家庭要举行家庭礼拜，地址是内湖区港墘路127巷
6弄7號7樓，伊的電話是26591368。若要參加的兄弟姊妹向我來報名。第二就是6月15禮拜六上午10點，咱插會班要佇個教會舉行上課。若已經報名的姊妹，請預留時間出席。第三，每禮拜5的暗時7點半，為教會有教會查經祈禱會。6月的主題的經文是新約聖經約翰1、2、3書，請教會兄弟姊妹踴躍來參加。第四，若需要探訪也是開放家庭禮拜的兄弟姊妹，向牧師也是中級來報名，以利安排。第五，後禮拜6月初2的主日禮拜，題目是有活力的教會一。得到使命甲力量，咱的詳細的經文甲經句，咱再起來讀。咱來看聖工的事項。即禮拜的招待是宴慶節、插花甲清掃是我本人。後禮拜的講道是葉牧師，書花是民兵執事，書琴是玉潔執事，領唱是伊樣執事。詩選是我本人甲民兵執事，招待是張芳新兄甲春英姐，插花是梁長老，清掃是寿琴姐。咱家己来看奉献的部分，若有无订单，请向我也是民兵执事来讲。咱来看本礼拜的金句。台语版我来读一摆，恁来读2摆。伊甲我讲，有我的恩，你就到遐，因为我的快乐是伫人的软弱来成，所以我真欢喜，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互基督的快乐踮伫我。请。伊甲我讲，有我的恩，你就到遐，因为我的快乐是人的软弱来成，所以我真欢喜，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互基督的快乐踮伫我。伊甲我讲，有我的恩，你就到遐，因为我的快乐是人的软弱来成，所以我真欢喜，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互基督的快乐踮伫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下面咱互相来请安，平安。咱今仔日咱教会有一个青年来到咱的中间，除了牧师的后生，查某囝以外，阁有一位青年，伊叫做林拉拉，伊是对济南教会来的，甲叶牧师是细汉的时阵同教会，更较重要伊是对插花真有兴趣，所以望讲伫插花班上课的时阵，望当看到你，伊但是看到牧师伫济南教会聚会的时阵，咱的这位姊妹，你还没有出生但是年轻真好伊是公务人员，住伫咱内湖遮，康宁路遐。望讲会当常常看到你，你若讲感觉西湖教会较近，西湖教会较温暖，欢迎教会拢欢迎咱大家做伙来敬拜。以上。咱来念上人的诗第402首。402
402首，恳求主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搁保护，假使我言行谦卑细正，暂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找求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的愿望。请咱起立来吟。咱伫生活的中间，爱常常思考着，咱伫过去是怎样有上帝带领咱行过一切的困难，互咱通伫痛苦的中间日日得到成长到伫今仔日。所以，咱面对头前的路，咱爱用感恩的心。感谢上帝守护咱的恩典，也爱伫咱的恩典的中间，找到快乐，找到愿望，勇敢来向前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守护互咱，互咱对即时到永远，拢通伫圣神的带领下面。勇敢来行头前的路站，阿门。